來關心天氣，今仔日呢受到這鋒面通過，也閣有加上東北季風變強的影響。今仔日中晝以後，這北部有可能是有局部性的大雨，也是落大水雨，而且這落雨的範圍是由北安尼直直落南，一直安尼擴大去。明仔載南部地區這落雨的機會也會增加。在今天降雨在下半天之後，由北往南逐漸增加，然後宜花地區也會逐漸增加，而預計到了明天，整個鋒面越往南移動之後，南部地區的降雨也會增加。那我們要提醒大家，在今天下半天過後，中部以北地區開始就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出現。那到了明天，西半部地區可能也都會有局部大雨。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，中北部這一塊區域可能會有局部短延時豪雨出現的幾率。而這氣象署是提示講，早起呢，這天氣猶閣算穩定，也毋過下晡開始，北部就會開始變天啊。下晡開始到明仔載，這是由北落南，漸漸啊，攏變做是落雨天。其中這下暗到明仔載呢，中部以北甚至是要注意，可能會有雷公雨。也若拜五這西部嘛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，就要等到禮拜這水氣較減，天氣才會豆豆啊轉好。